说，我很感谢市政府帮了很大的一个忙。像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它当初就是能够保留的，没有安全顾虑的，他就把它保留下来。那如果说有安全顾虑，他们就加强。你在看里面的很多文物都是我们提供的，你进去你就会看到，我们提供很多文物在那边，其实还有。我们希望说，创造不止3赢的，是多赢的。你是台南市政府赢，然后那个二空居民也赢，那我们也赢，那所有的全国百姓都会来。继水昭社园区之后，这个二空新村园区是我们台南第2个以眷村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园区。二空其实是一个在这种眷村的文化，乃至于是饮食文化、军事文化上面都相当显著且特别的地方。首先呢，非常重要是我们复刻了当时的这一个二空眷村的生活的空间，我们希望让观者能够感受到当时的这个生活的情境，当时的情怀，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人情味。这一次展览所有的物品跟家具，大部分都来自于原本的二空眷村，所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电视柜啊、照片啊，都是当时的二空眷村所遗留下来的物品。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柬二空新村迎向未来。我记得在2年前的时候，我们来动土，那现在终于能够让许多满满眷村回忆的朋友，还有许多市民朋友们，甚至外地来的游客，都能了解到台南二空的过去一段历史。过去长久以来，常常眷村改建就是把旧眷村推倒，然后这个新大楼盖起来。但是许多过去遗留在眷村的文化，就因为眷村的荒废而流散了。我们很希望，借着这个眷村改建，我们的眷村文化馆的成立，能够好好把眷村除了硬体的维护建筑的维护之外，它的软体以及它的文化，甚至包括它的美食，都能够留存下来，那能够让很多好朋友，不仅是眷村能够勾起满满的回忆，眷村的朋友，那外地的朋友也能够这个了解那一段大时代历史中的一段故事。感谢我们中央文化部，也谢谢我们议会能够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垫付款项，那能够让这个文化保存的工作能够共同尽一份心力。你好，我是坤哥，欢迎收看8月16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凯明风台发生高达已经3礼拜，不过咸水的灾民对着受灾当时讨无便当，也个相当愤慨，甚至要求咸水区长落台。对此，议员蔡友辉上午伫议会专案报告当中，嘛家己推荐要做便当局局长，来解决天灾无相关办法的民怨。针对这摆凯明风台对全市造成的饮水灾情如何应变检讨，议会16号伫临时会召开专案报告，其中北江溪溃堤造成咸水后壁镇区又变成重灾区，嘛引发救灾过程未付发便当的民怨，甚至在后3礼拜也未堪入去，要求咸水区长落台。于是议员蔡辉伫会中就要求民政局制定天灾发放办法，伊嘛自愿做便当发放局局长来解决长期问题。便当大概天然灾，大家跟你选讲无便当来食，有诶3节无便当来食，你嘛放心是吧？你的公所从你的200公尺，你嘛无，上局嘛无爱派长者去送便当。我感觉无理啦吼，因那啲啦便当快嚟搞，会出来就是恁搞，无你即马甲成立一个局，搁做台南市便当发放局，我来做局长，我议员卖做，这便当我来处理，统筹处理，20几人来便当拢毋捌一家有解决问题，拢有灾民无人食，有诶3档，有诶4天无水，你嘛感觉无啥要紧。其实，如果自己有管法，在未来可能物资送达的时候，在社区里面或许可以协助来帮忙送，淹水户可以送达这些便当的问题。所以，希望讲到底这个交法以往是谁在补助？
希望讲咱家淹水比较容易淹水的地方，我们希望都可以补充，他们都各区公所里。可以来补助有那个交法的部分，来协助社区未来如果防范未然，如果未来有发生什么天灾地变的时候，可以做这样的协助了哈。面对哪里纷纷检讨伫天灾第一时间物资的发放加消防救援的配备，对此副市长叶铁山嘛做出回应。在这一次的送餐的过程当中，因为巴掌溪的一个溃堤，所以其实速度很快，所以造成区公所四处调用这些便当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那再来就是说，同时又要救人，又要送餐，所以也会造成说，消防局的同仁当然是以救人为先，所以送餐当然在这个时效上会比较慢，所以有很多的这些灾民们可能在拿到便当的时候已经是过了中午一段时间，所以这部分是非常非常的抱歉，但是也请我们的民众能够理解。那市府未来在有关这些遇到这些灾情，如何让我们在救人救灾以及这些所谓的送餐的过程当中，如何加速，如何让它分工更加完备，我想这个部分都会纳入我们市府相关单位的检讨。议会临时会召开专案报告，除了开放同灾区议员针对农业灾损补助，除了要求市府一定要苦民所苦，提高救助金来解决民怨以外，各区议员嘛针对所属的区域来检讨治水成效，特别是地势较低所在，如何彻底解决饮水的痛苦。台湾新闻顾文吉、林银庚采访报道。即摆咱台南溪浜受到凯米风台影响，严重做大水。不过面对后一个大水，如何提前防范？在议会临时会当中，有议员就提醒，抽水机的数量一定要务必充足，并且一定要加入未断电系统。甚至有议员建议伫容易饮水，或者是地层下陷的所在，由政府奖励设计高脚屋。即摆凯米风台造成台南真侪区域做大水受灾，伫大水提起以后，如何面对后一场大水？嘛，互徛伫第一线议员伫专案报告纷纷将当时饮水的场景重现，希望找出问题。其中议员郭凤仪就要求抽水机一定要有无断电系统，因应可能的排水风险。议员陈坤和甚至建议政府奖励容易饮水的所在设计高脚屋。入来的饮水饮水，你像入来所有电器拢泡汤嘛，所以这入去的时阵啊，50公分，慢啊25公分就拢泡汤啊。所以呢，我们是不是用奖励的方式，然后呢，设计方式一个好的高脚屋的设计。伊可能平常时会开一个边一个地下室会当这阴凉的所在，用这样的方式呢，伫我们易淹水区，尤其是地层下陷区，救灾的时候，按你们去，按你好去山区去别个所在救灾，不要花费人力在这个地方。在三元溪的这一些抽水机，大部分都已经改成沉水式抽水机，它的唯一的动力就是来源就是电。万一雷击之后，这些没有电源而断电的话，那内水怎么排出去？这个是未来可能我们要去三思的，要去处理的后续的事情。这若去无电了吼，我来讲，赶快3秒 K 安那清理到偌好势，来水排不出去，赶快个叫音嘛吼。所以我们要有未雨绸缪，要超前部署。为什么？我们要去做不断电的系统，一定要做。而且我们要逐年去编列预算，把这一些不断电系统赶快布置好了之后，未来才不会造成有这样的风险。每一摆风台停班停课的宣布，对地方政府总是一大考验。这摆嘛，因为有宣布上班上课以后，个紧急转弯的政策，毛议员王家珍认为前后无同，造成市民困扰。对此，副市长再次强调，一定是依照专业气象研判加地方的损害来考量。它原本停止上班上课本来就是有一个标准，但是中央也让地方上依照自己的状况有一个全变的一个措施。那大家都希望说早一点发布，所以有时候
当时候给的资讯跟后来的资讯，譬如说这次巴掌溪跟这个集水溪有一些液体溃体的问题。其实这个部分是后续的部分，反而是在26号、27号，其实还是很严重。所以在宣布的时候，会有一些政策上发现到说，需要停止上班上课，赶快更改的问题。面对如何避免洪灾，有议员嘛检讨推动社区自主洪灾成效，希望唤起大家后续组织起来，形成合作的网络来保护家园嘛相当要紧。台南新闻军职林英根采访报道。今年台南400嘛是延平王电线公的400岁圣诞，所以电线公组别都要举办秋季大典。台南邮局嘛同步发行电线公画上的纪念邮票，其中有影视公司发起台湾历史的变装表演，场面相当精彩热烈。青年穿着汉服上台展示，佮配合着唱歌、舞台剧等在地表演。旧历7月14是延平王生日，影视公司举办台湾文化历史变装嘉年华，希望勉励青年传承电线公的精神。郑成功开启汉人第一个政权，也就是横渡黑水沟、勇闯台湾、收复台湾的这个一个精神。电线公400岁圣诞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有北区成功国中学生所在内的家长庆太平表演，祖庙嘛推出成功相关的文创商品。台南邮局嘛以台湾博物馆内所收藏的国宝级地成功画像发行纪念邮票。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个邮票的发行让更多的人会当了解这个400当前郑成功一个历史的一寡对历史的影响。地成功对台湾的贡献非常的大啦今年拄好咱台南400拄地成功400岁生日来做这个邮票来发行互世界来捌台湾来认识咱台南今年嘛是台南400意义重大，为着表彰地成功是台南市重要的文化资产。地成宗祠嘛转换登记成立财团法人地成功祖庙，将伫17号地成功接受大典揭牌，迈向新的里程碑。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迎接最后一波暑假日调，台南公司伫7个盐山将分别以空中海产节甲盐山动物园的主题，对8月10号开始连续2个礼拜举办风吹嘉年华，互盐山的空中更加多姿多彩，嘛邀请你做伙来欣赏风吹艺术。延续去年暑假7个盐山相当壮观，有超过20只恐龙，有25公尺长飞龙在天的风吹嘉年华。今年为了拼观光，台盐公司甲亚洲国际风吹联合会合作，延续去年日调，对8月10号开始，连续2个拜六礼拜。分别以空中海产节甲盐山动物园作为主题，展示各种特别的造型风吹，互盐山的空中更加多姿多彩。邀请你做伙来参与欣赏壮观的风吹艺术。这个周末，欢迎大家来七股盐山参观七股盐山风筝嘉年华。有狮子、老虎、猩猩等等的造型风筝在七股盐山的上空飞舞，欢迎大家一起来玩。七股盐山一直是南部地区热门的观光景点，现在嘛希望风吹七股，营造暑假就是来录风吹影像，互每一个角落拢是翕相的最佳背景。当然，除了风吹，透过各展区，买当体验过去盐港生活日常，还是盐相关的科普知识。大家嘛提醒游客一旦参加打卡上检评机，每一天下晡2点开始，限量送出，送完为止。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
今年一度的新时代主播夏令营，其中第2梯次的学生经过2天的学习，所有人拢顺利结业。主办单位中嘉宽屏3冠王上主册嘛颁发每一个小记者、小主播的结业证书，鼓励因伫夏令营用心学习，收获满满。2024新世代主播夏令营第2梯次活动，8月14、15在双子星电视台登场。课程首日，邀请到南台科大黄琼颖老师，向小学员们介绍 AI 这项新科技，并教导大家利用 AI 网站制作图文报告。产生哦，来倒数，我们来倒数3、2、1 ，Go！ 哦，出来了，好快哦！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郭文吉、秦密纯2位当家主播，也在课程中分享新闻怎么来，以及播报新闻、主持节目的诀窍与重点。问问题的时候要尽量的详细啊。那老师今天也有列了一些采访的提纲，让大家参考。我们遇到了区长要问什么，好，遇到里长要问什么。里面教到的东西呢，其实以后你们上班也都会用到，因为你们上班要不要去面试？要面试嘛，对不对？然后你们跟他讲话，是不是口条要训练好？要怎么面对镜头？要不怯场，不要紧张，这都很重要。其实主播的训练就会训练到这些。主播夏令营也在课程中加入了媒体识读及第3公用频道推广，与学员分享如何当个聪明乐听人。这张图也是啊，地上摆一个6，有人看是9，有人看是6，对不对？所以想跟大家讲的都是什么是媒体识读？网络这个讯息不要乱相信，因为如果你一点进去，可能就会手机中毒。没有，你们看换个角度。那怎么样预防吗？刚老师有教吗？先去看别人留言，或者是自己去问亲朋好友，或者自己的爸爸妈妈。活动来到最后的重头戏，登台报新闻。学员们在听完老师的讲解示范后，每个都跃跃欲试，积极展现他们这2天在主播营的学习成果。大家好，我是陈燕婷。大家好，我是黄玉安。大家好，我是施凌瑜。大家好，我是杨廷瑞。大家好，我是王怡轩，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举办2024新世代主播夏令营，带领学童了解节目制作流程，学习采访新闻、播报新闻以外，还融入了最热门的 AI， 课程丰富有趣，让参与的营队同学收获满满，也更认识媒体。感谢您的收看，感谢您收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你的收看，感谢您收看，感谢您收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您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副理罗启俊也颁发结业证书给每位同学，鼓励肯定他们在主播营认真学习的态度。副理罗启俊表示，公司每年暑假都会办理主播夏令营，课程包含新闻采访、节目制作、主播仪态、口语表达、媒体识读、AI 科技等课程，内容丰富有趣且完全免费。明年活动也欢迎大家踊跃报名。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淡市丽林国小附设幼稚园的新校舍伫8月正式启用，因为见到得到国家卓越建设奖的肯定，加上配合政府制出育儿政策，吸引真侪家长跨区来读。较趣味的是，前一阵仔凯米风台大风雨，有民众迄下校舍的厝顶参像咧造角的特别影像。凯米台风强风暴雨来袭，重创各地，但风啸雨声在台南北区丽人国小屋顶上却变成旋律。住在附近大楼的民众随性在阳台观看台风动静，意外发现学校屋顶像是会吹口琴。其实这栋建筑是丽人国小斥资1.5亿新建的幼儿园，以历史对话为主轴。橘红色的屋顶融入古迹大门意象，入口门廊的气窗还能看到学校的人人精神。我们是用木构造的方式来兴建的所以说进到校园里，进到教室里面，可以感受到那个环境非常的清新
光线也非常的明亮非常适合我们幼儿的小朋友来读书来学习，创造自然朴实、安全的幼儿环境，也荣获今年最佳规划设计卓越奖的肯定。幼儿园8月启动招生，从5班增加到11班，其中2岁专班就有4班，总共216名学生，可以说是招好招满。教学方面也跟着提升，因为我们是采学习区教学，所以原本是一个班级就是顾好自己的学习区。现在我们的学校已经有一个班级，有2个班级，他们已经要视作大学习区。所谓大学习区，就是2个班级要一起共用那些学习区，那他们的教具就可以更多更好。另外，配合教育局延后照顾到6点，中央全面补助寒暑假每月最多收费2000元，让立人国小幼儿园吸引许多从安平、东区和南区的学生来就读。记者收回台南报道。高雄盐埕有一间开了70档的米粉店，一直是当地出名的好滋味。店内招牌小羹仔米粉，因为汤头拢是用各种大骨来控，滋味个鲜个甜，配上规只的小羹仔，无超所得，连在地里长拢大大推荐。一大早，死忠粉丝就到店里头报道，一碗超大碗、滋味浓郁的小卷米粉，补足一天体力。这里吃了很多年了，50几年吧，因为吃习惯了。口袋名单就是这几家这固定的早餐都固定吃这里的。蛮鲜甜的，很好吃。它的汤是浓的还是？汤哦，浓的啊，也不是说浓的，就是有好像有炖煮过，然后那个高汤这样子，还蛮新鲜，蛮好喝的。今天刚好放假，就来吃。礼拜2休息没有来而已，其他几乎每天报到。这间开在盐城区转角的米粉汤，在地经营70年，店里头招牌的小卷米粉，鲜甜的汤头配上一整尾肉质 Q 弹厚实的小卷，高 CP 值，连里长都称赞。类似接近中卷的程度了，算是蛮大式的这样子。非常棒，而且不会很贵。好像就好像60-70块而已。我们用大排骨，个那个大骨头。就规支的卡当骨，然后个鸡骨、个鱼骨，4种下去熬的汤，所以非常的鲜甜。不你免掺味素的就对呀。店里起家是虱目鱼米粉汤，到现在每天早上一样从渔场送来最新鲜的虱目鱼，现场处理。除了做成米粉汤，老板娘还开发出各式虱目鱼炸物，包括炸鱼柳条、香煎鱼背骨，都深受饕客喜爱。我有时候都1-2天就来这边吃一次了，朋友带我来吃，吃的后，后来我就吃习惯了，我知道他们这个鱼背很好吃啊，后来都有时候都叫这个。这个是我的最爱，这我是每次如果下午没有东西吃，我可能在中午2点他们关店的时候，我会打包这个1份到2份。它是已经处理过了，你看是鱼背骨，看起来有骨其实你沿着它的背鳍这样子咬下来，它是整片的，而且很多的肉，非常口感非常的棒。一开始我做鱼背骨的时候一开始都全部试吃，都没有收钱的，就全部试吃，然后试吃大概好几十斤了，然后差不多十几天了，后来大家都会再回过来的时候都会叫，然后才开始卖的，一开始都没有在卖的，因为这个没有人有，炎炎夏日，若是想来点开胃的小菜，里长推荐一道隐藏菜单——凉拌菜头。冰镇过的菜头淋上柴鱼酱油，撒上柴鱼片，立即胃口打开。炎炎夏日我会比较推荐这个菜头，它可以做冰的那个口感就有点像在吃果冻一样，就冰冰凉凉的套心凉这样子。下次到盐城区，别忘了品尝在地人都称赞的好味道，为旅程留下难忘回忆。记者李嘉龙、吴佩珊高雄报道。感谢收看8月16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